他是找你了，那太好啦，公司有人投资了。我用不着，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个小流氓吗？流氓的钱是钱呐，我宁愿把公司关了，我用不着他给我钱。就只有你有自尊吗？别人的自尊都不值钱啊！以后我的事情不允许你管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以后管好你自己的事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啊？大叔，早啊！早。大叔累不累啊？